公法，你做语言，好，来，你做语言。汤圆法，你做语言去，哈？演员哈，我讲做语言啦，牛汤都冇啊，算啦。哎，东东呀妹，有话慢慢讲嘛呢呐。系啦，哎，东东啊，东东爱多呀都比多呀咩？哎呀，梦都显示给乱搞啦，好冇？啊，安尼来些年呢冇好啦，对些年呢唔好呢。你丢很鸟呀，哈？你丢就冲，我就唔冲啦。我来呢，我就不看你胸草，嘿我自家的事情，我为自家想办法解决。你丢很没意思啊，哈？好你就你丢来做，有想过冇啊？啊，你喺度去破坏我老几个感情啊？东东呀妹，话唔系安尼讲啊。饭唔系安尼讲，哎你有讲喏，东东呀妹，好嘞，做得。做你妈嘅欣赏你。哎，有话乱讲啊。哎，你夫人家你做得安尼对我讲法呢？我系主人呢，嗨，我好心啊，给两个本，这个不能咬一死了呢，要咬一死了呢。爱到得了，强者双脚，强者下行，阮是为着马甲一声，用力拼出聪明，不管路上有个翱翔。该啊，哈，讲遐着哦，破坏家两做的感情啊。为着东东，我夫卡都无感情的呢。我安尼做，一句暗自在都唔会讲，拖树拖到输到空气要去的。很认真经讲太多咧。有啊，我都让人讲过的啊，唔是讲很多啊。你看，遐事情变哪呢？啊？唔闹到好人都会有好报。哼！东东行面无害，东东安尼去阿比亚动态，再过安尼下去哦，伊真经买电梯啦。主任，我老去去搞的啦。
有啊，有一滴个哈，电高的人哦，无空用。嘿啦，有问题的啊。东东咸的真经无人好天数啊。讲法案对你哪一年哦，马上要攞佢天数啊。我的神呢，我的看哦，世界阿比较动态啊。唔是上来啦，来动身场，哈，亚健好搞啊，太家都电梯嚟啦。记啦，记下正常记咧。因为呢，咩回事有啲咧啊大大嘅呀。根本俺有事情，俺先走。再见。見咗人咯，真見太家都電梯。唉，講較難聽一啲啦，好得係捱好人嘅老師呢，阿無，你下日是唔係起出一條法劇，冇聽說對太平洋做個叫，個性按急，講話欠考慮，係冇？冷靜下來，安尼你才有辦法，一起想辦法救伢細路嘅啊！東東嘅個性較掂，有乜個事情佢都放在自家嘅心底度啊！你看，捱好人嘅老師花暗長嘅時間，也只不過在佢願意嘅時間，佢話減去。愛弟，你有啥忙在改善你老東東嘅關係，但係會慢慢來啊，嗯？之前我搞搞傾，我冇過來，佢就冇買說老眼講法了。兩敗好言，我電腦成果嘅展覽，都係以啥做嘅？一手包辦，佢認真打拼，佢只想做俾你看咩？佢就有老眼講啊，不過這幾年公司出問題了呀，阿爸根本就唔管，一求自家老爺條事情就冇關係嘅用嘅。他們唔對自家很用嘅，就會對官話發氣。當你都給硬吵，一吵，火就上來了。沒冇想給發，會上給我。我冇想到，你會。東東嘅阿妹，醫生講哦，伢細路可能有憂鬱症，幾禮拜自殺也唔完全係為到你，還有其他別嘅原因。你哦，唔是老爺過錯，統統攬在自家嘅身上，面對將來啊，想辦法幫伢細路接受專業嘅治療。憂鬱症。先生就係聽佢講幾句話嚟聽聽啊！因為做到講佢就係憂鬱症哦，佢就係想去鬧啊，看到我下面子，佢就放棄了呀。你覺得佢是會下你面子，
谁一张闹脾气，谁一张吃噻。佢就小爱硬脾气啊！啊，一出门佢就闹啊！唉，佢照你安尼讲，其实嘛唔生唔说啊，为医院走来了，你用乜来去也来唔准啊！东东嘅阿妹，面对问题啊，你可以唔相信医生讲嘅，你也可以唔相信东东有忧郁症，系冇？但系哦，你两三个相处嘅方式已经出了问题咧，我建议接受专业嘅治疗。安尼仲好过你下礼拜如果再提唔错啊，系冇？谁的呀？全部说做唔得啦，哈，都是为要呢，好冇？公法，迄讲无想要转医院，安尼，你转无卡好无？我来煮饭，给你做点啃下食啦。哈，你转无卡，哈，哈。东东，唔会填注音嘿。哎，也好啦，东东吼，暂时交本主任，哎，等伊心情较轻下咧，咱们来想办法。我一定要找时间带佢去治疗，是谁？系啊，哎，俺俩好人哦，随时都有人在呀，你也可以随时来下脾气啊。好啦，你就带到呀，我转个较等你，好。就拜托你了嘞。那副卡是无地方好带哦。东东，但係唔會填嚟，迄都好嘢。哎呦，我卡做唔得啦！哎，唔带到我副卡，我啷个听西山煮饭煮菜呢？哎，那不能碰好呢。莫当你看我打电话，迄个安那打，哎，你有听过虎姑婆吗？佢都係安尼啦，會咬人呢。东东，主任讲嘅都係真嘅哦。好啦，嗱，先唔好想那副卡啦，好，看做得講哪做得啦，好，安尼啦。好像不够暗用给你，也留存在个意义。怎么了吗？
是他自杀，我们现在要去医院看他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学生，你生活只有学生吗？你没有自己的生活吗？不是这样嘛，这不能比呀。你24小时开机，不是怕我找不到你，而是怕那些小孩出事。你跟我在一起，每天讲的就是那些小孩的事，然后那些小孩永远有层出不穷的问题，他们父母有比你关心他们的多吗？就是因为他们的父母不够关心他们，所以才需要我啊，所以才需要我。可能当你学生比较幸福。对不起，我会再补偿你。小姐，不好意思，请问你要点什么？我的人。小姐，对不起，我们打烊喽。小姐，对不起，我们打烊喽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东东，殿下二老主任吼，一本医生看，心底都有嘛个事就尽量讲出来，对冇？哎，陈教官，哎，用喏，我以来按科用的，嘿，用哎，后面上大呀，大赢跳了大，也社会吼，传不出来无度，行来行去。唉，冇乜嘅又唔欣賞，數目咧又見不窮，去醫院啊，看下咧。好啦，哎，东东去医院啊，哎，那怎么说一下呀？哎，自家身体哦，自家要注意哦，啊。哎呦，愛弟還是你講下。你去啊，你去。東東，加油啊！真给我一点。废话，那是用手滑又不是用脚滑，干嘛不去？庆后黑啦，你就不要叫人家帮你。你不帮忙还啰嗦哎！教头，大家要不要走了？今天不嘞？哎，那东东嘞？
主任带东东去复诊了，如果没有问题的话，待会大家就会会合。复诊，你要以后。那个东东的病哈，比较需要多一点时间。等一下大家碰到他的时候，多给他一些鼓励，增加他的自信心，好不好 ？OK。那大家检查一下他们什么东西没带，检查完就出发了。啊。对不起，我慢带。对不起。我知道。我知道。对啊，你昨天晚上去哪里约会？东西收一收，出发了。出发了，走吧。哦。走开哦！你想干嘛？你也看他耳朵，我看不到，像包皮啊！这出来镜头啊！哎，精神啊吼，係嘛？你看睇下叫下以後誒，夠重嗎？沒關係，菩薩，很痛是不是啊？再來一次。來，你們看誰來啦？來，東東來了。東東，把救生衣穿上。哎，你现在手指都懒得动了。哇，东东，从来没帮人家穿过救生衣耶，这是我的第一次。我帮你戴安全帽。来，大家听我这边。等一下呢，大家都是第一次划船嘛，对不对？所以重点就是只要先把船划直就好了。那等它下去的时候，因为水里面有很多暗流，所以大家要小心，要注意哦。那等下划船的时候，重点就是你们的脚不能放平，要弯弯的。以前有講吼，佢哦攞出嚟落太架用下，你看半夜犯罪活動哦，太架那飛機呀，咁樣都冇問題啊，嚇。好，那等一下差唔多那種。再來就是你們的獎，不要拿錯，有些人拿錯了。好，獎拿錯呢，你們就沒辦法划船，所以記得屁股先坐哦。屁股先坐，屁股先坐。正常吧，你对，很用力，也不用前进。加油，讲。快点啦！对。来，上去脚踏车，去脚踏车。对，来手再开一点。好，太开了。好，好了。哎呦！東東，唔識講，係夠呀。你愛請主任係冇？不過主任講，希望老大家向下上課誒，故數佢先轉移咧。東東，喺工地下，我喺下去，照老先生講，嚇，交俾我。東東，然後呀，看幾條倉，哈。啊，等幾條結束，我再個向主任來見面，好嗎？也係N兩啥，向下撐一兩啊，留個小星星、小瓶用好嗎？看幾條同學教呢？
的父母不够关心他们，所以才需要我啊。那你觉得呢，小姐？你都听哦，你连生年就冇用过，你凭嘛要搞奶啊你？好，大家再重复一下刚教练教的，好，集合。好，尾姿快速前进，右手不要动，快速前进。我不行了。好，尾姿重复一遍，快速前进，然后之后我不行了。好，那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，吹这个。不要舔，用吹。都对吗？原来冇送关。彤彤，有冇事情？彤彤呢？你去看佢啊！医生讲正要好好检查一下呢。你话不对好上爱去搞水呢哈？搿事情都哪呀？唔系讲，哎呦，这有个讲法嘅呀，哈？一下人哦，差一些就分你条好死嘅呀！妈妈，妈妈。很早，我老公话讲哦，许妈妈，现在唔错啦，应该老东东在度讲啦。东东嘅阿妹，第二摆哦，乃后人实在是唔小心，冇注意，是你。老母呢？迄个人拉的有用诶，这是你咁友好诶，哈？也系好上嘅安全诶，你就咁有资格做人嘅情长啊？啊？咁有资格？干你们吵不吵啊？好嘞，啦！东东，东东，东东，你用开来啦你，也系俺拉的。哎。
哈，哈。佢要分拆咯，老奶无办迄个啊，迄支切到哪里好个啊？我阿公啊，心脏有问题嘅先生，唔要喊人抢救哦。佢切到命就难保咧，还只有去给你。那你讲太过分嘞！咩话？江老师嘅身体一直都唔好，给喊到后场一个事情，看到比其他事情还重要。你儿子落水，他二话不说第一个下去救他。他刚起来意识不清楚，他先讲什么？先问东东有没有事？你讲说我羞不羞愧啊？哎，你好甩甩的呀！你做嘛啊你？听俺拜托去救你的呀！哈，你吃哪个身体？两个人情你居然唔清楚嘞，还敢快骗你呢？自不量力！高书暗斗眼，最难为你这种自以为是的高级知识分子，有错就全推到别人的身上，一点自省能力都没有。大家都是人生父母养的，你的儿子是宝，我的女儿就不是宝啊！他的付出你没有一点感谢就算了，还被你这样糟蹋。你知不知道有2个字叫做尊重？最起码对人的尊重你会不会啊？莫因搞你嘎。阿公，外地中途学校南州，但是我的女儿工作到24小时待命，伊补片的也唔会讲。也唔得去看医生，佢只会捏心，只会懵啦。但是难道你们不知道吗？要给老师适时的休息，这条路才可以走得长远的啊！好啦，你头啥讲嘅都错啊！挨长来想办法，慢慢来改进咩？还有你明明自己身体唔好。你做嘛唔谦虚呢？你至少可以来告诉我啊！上一次来医院一定就是发生同样的问题，你难道不知道心脏问题的严重性吗？公华，出院手续就办过了呀，平安证好吗？公法，玉秀蝶山木了，你得去转。啊，也好生嘅本嘢。佢當初結婚要出院嘅。你又来做嘛呢？哎，这弟弟要变啊呢，所以才出来等你啊。哎，
精神科最好嘅先生咧，我要带伊去看。我一定会留佢嘅病历好，唔是老咁唔要掉啦。讲翻你，要哪有冲哪有忧郁症啊？佢根本就係丢矮嘅嘛，丢到呀丢埋老年咯。东东嘅阿妹，cái东东家婆吼，老係都從細了到大嘅好朋友。哎，那唔係安尼嘅話吼，那根本唔是面皮暗盤，老二想要搶死我呀！我已經講到當清楚咧，我要帶佢去本先生看。那係我叫嘅啊，冇啥，我要開佢哦。係勢啦，你去當作吼，我細胞睇下啊，唔管係中年還憂鬱症啊，就是全家都可以看醫生啊，心理諮詢、家庭治療，啊，你真可以解決問題啊啊！假使唔係安尼嘅話，根本小學嘅我冇可能幫佢帶走。阿弥陀佛，佛平安平安，莫再出事情了哈哈，没事情啊。那神呢？你买个贵东西啦？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什么啦？对面啊，有冇？有冇对面跟明明抢过来呀？同友好啦，有冇？你看最近他搞出很多事情，冇用药，搞烦。有。咦，就那页。对呀。是啊。什么啦？不要，哎，这个没有用，好不好？那个没用，你看俺这边没有电。哎，告诉你们有电，好，哎呀，真的好变了，好，还没有变，还没有不用那样找呢，许多有好的啦。人家都全部没争吵，真点太敢都点的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要用水卡油好了。哎，今天顾出来你的事情哦，我看到做没救的啦，好，开始都该请你了啊。阿弥陀佛啦，阿弥陀佛。哎，好，莫张来哦，哈，拜托。哦，平安啦，平安哦。金针菇真28了，心脏不好还乱搞。错啊，金针菇应该给我去救东东出火了啊，这么逞强干嘛？可是金针菇就是仙女啊。你说的好棒哦！对啊，金针菇就是仙女。哦，这个脑袋哈，聪明。唉，我看到金针菇几遍性命去救东东，强会叫出来了，很蛋痛哦。干，叫没断就去救他。白痴哎！金针菇身体不好，就觉得自己会害到东东，他心里有点难过。唉，我也很难过。所以这时候我们感人肺腑、破涕为笑，3只小猪四海游龙的卡片就要出动啦！惊天动地，让金针菇知道我们有多爱它。好吧。看你们都不理我，莫名其妙。玉秀身体还好吗？好多了，医生说他会等报告出来看一下结果，如果没问题就可以出院了。他才刚睡，我去叫他，你们谈一下。不要，我等一下还要拜访客户，这阵子比较忙。这个给玉秀补身体。我先走了。
你喊起来，怎么？来请老去讲，你黑眼听听，怎么上安顿咯？两三出硕士研究嘞。喊起来怎么个？求起来看来。做主人讲，我做遐中途好教的先生，做较好银行的威胁，然后迈克的感情就受到影响。反正哦，我做嘞，也要让迈克好好讲落来。先生嘞，做得唔久一个名，是叫学生诶，教育部吼应该来颁这优良教师奖，我也吃到一公勇啊，真勤啊！我会叫你啦。还有啊，跟先生讲啊，你身体啊冇问题嘞。下摆啊，完全给肺神经小强力咧，做得活蹦乱跳的，对吗？我会叫你啦。东东，后生人哦，就会做得好啊，多晒啲日头，安尼吼，规日的心情都会清好。哎。今天我做得安尼对汉哦，我到天发，佢就冇一家，所有个人就老给天数。东东嘅阿妹，维持一个家庭唔容易，最重要是给屋卡嘅人要有爱同包容啊！啊，唔管nhà屋卡係2、3人，也係3、4人。你看啊，你按多屋，每一個屋就一個家庭，每一個家庭就有佢煩惱嘅問題，但係也有佢哋啥嘅快樂。古人講嘅好啊，家家有本難念嘅經啊。有很多年，我13年代都不考，我整定，我把店啊全部，店啊全部嘅心情。其實佢都能捱。東東嘅阿婆係我嘅好朋友，
看你安尼会讲，一单亲家庭也无嘛个唔好啊，系冇？你啊吼，你先莫管，你老爷老公感情嘅问题，最重要是要考虑到伢小孩嘅将来啊。有很多嘢我都在想，可能因为我冇最好嘅学历，我冇父家嘅支持，我真是嘅命分。我怎么安尼不停去吵去闹？我真唔记得做人阿妹嘅责任。我发现我自己真嘅想到我自己比想到讲法还较多。李子豪，哎。感谢在本来一百个机会咯。你问我以前是什么力量支持我这么久？心中有爱。我们分手了你觉得呢？走吧。妈妈感动我。我是仙女，不是星星。是白痴哦。终于来哈。相信的眼，只有不可少离合，变多数的人爱出，汉江归唔得。